喂，大家好，我係張浩南。今日我哋嚟玩卡，我仲另外買咗個卡套添啊！我而家就拆卡，所有卡拆出嚟先。呢個係我哋第一次換到拆卡啊！呢一次係，好多包㗎。我哋而家拆第一包睇下先，拆第一包睇下先。我哋最後用卡套裝佢，因為一包入邊有好多卡，佢一盒啊唔係一包。加拉特龍，貝利亞呢個係 SR。GP 雷傑多 GP， 佢呢度總共有3張一包入邊。第二包唔知係咩嚟㗎？唔知係咩。呢度先睇最後。Zero X 嘅格羅布 SSR 卡嚟，地球的守護者。高斯呢個我唔係好中意，但係佢呢個整到好靚啊！第3包卡，首先第一個布魯超人布魯，超人 X 不過係 R，Q 版 O。Q 版 O， 就係呢一個超人羅索，好似係羅索，唔記得羅布定羅，唔係，好似係羅索。超人蒂娜嘅 Q 版啊，然後托利加。然後第5包卡，我哋喺後面。銀河呢個係唔係呢個係等陣睇佢名先。超人阿斯特拉，即係超人雷奧細路咯。呢個都係 X， 又係超人托利加強力勁啊！頭先嗰張都係㗎，又嚟一張貝利亞。第6包卡，我希望冇重複啦，我計分咗。超人 Zero， 超人布魯冇嘅。GP 超人 Over 係仲有一張 GP 啦，又有一張 GP， 睇下先。超人七色盒，超人迪迦，又係蒂娜最稀有嘅 Q 版卡，又係蒂娜最稀有嘅，不過唔緊要啦。又有一張 Q 版，超人迪迦嘅 Q 版，呢張最稀有㗎，金谷橋啦垃圾。松江型超人 Up， 超多呢個係。又嚟一張地球守護者，地球的守護者蒂娜，呢個冇嘅。賽加，泰加，
閃形態超人 up， 超人羅索嘅土地形態。超人 set 啊 SP 個卡我冇睇，我冇見過。呢個係我最中意嘅 set， 所有超人霸王嚟講咧，我最中意係 Z 咯，超人 Z。不過我最中意嘅都係紅色。又有一張封面，超人 Jet 皇帝形態。Q 版哥莫拉，超人 Jet 呢個都係，呢個咩形態？佢冇寫咩形態，佢真係冇寫咩形態。呀！我好似查嚟查去都未查到。有冇 Q 版？冇 Q 版？冇 Q 版？冇啊，冇 Q 版。超人 Zero。超人暴龍，超人 Jet 基礎形態，又係呢張超人 Jet， 超人銀河，超人暴龍火形態 MR。呢個係超人傑洛啦，應該係叫傑洛，係超人傑洛。超人傑對呢張好似冇，好似啊，又係你啊，貝利亞，又係貝利亞呢一張。超人暴龍風形態。超人低啦，呢張我有噶啦。超人街啊，大地守護者，即係佢係俾人稱為嘅大地破壞者。超人大家呢張我冇。超人街啊 Q 版，哇呢張好值錢，又係超人彩價，10/4我都冇出咁多啦。再嚟，都有啲難拆。有卡，超人 up 3重形態，奇獸眼 Q 呢個我係 Q 版卡，超人 Z 最強嗰個魔爪形態咧，應該係叫魔爪形態，我唔知點讀啊係咪？一包卡有啲難查啊，有啲唔好。ES 卡，金谷橋呢張我冇。超人維克特利，超人傑，超人 up， 超人 Jet 又係你，超人風馬，超人格羅布，超人迪迦，又係呢張超人迪迦，值錢都冇呢咁多，又係超人格羅布，不過呢個係第二個嚟。應該係直情係第二個，直情係第二張。好難查。超人泰加3重斯特利姆形態，超人 up。超人泰加，
菜雞仲冇嘅，好似啫，有嘅喎。超人高斯我哋都有噶啦，呢張冇嘅呢一張。超人街呢啲有冇嘅？又係超人街啊！第三張超人迪迦，哎呀，以為迪迦大埋街咁樣出添。又係超人之皇帝形象嚟，超人嚟哦！我冇抽過呢隻，又係超人維克特利，係克特利應該係。呢個係吉田，呢個係吉田。呢個係又係加拉特龍啊！第一包就係佢。金谷橋又係一套唔一樣嘅，我已經抽咗好幾張金谷橋，我連張超版金谷橋都有。又係超人布魯已經有啦，又係你超人睇過？呢個係超人羅布。超人色。又有一張 Q 超人雷王啊！呢個係超人部，太多好卡，呢個係超多好卡嘅喎，一個係超人泰塔斯、超人啫、超人阿古路 Q 版。拆晒，恭喜我拆晒，超恭喜！我哋而家就拆卡套啦，我哋而家就拆卡套。卡套呢個應該係我用剩，我應該係會用剩喎，覺得咁多卡套。我哋卡套嘅話。我哋唔展示啦，拜拜。我拍完之後一直再俾大家睇我截完之後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